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廿多年来，台湾西海岸都係一支大型風力發電機，對後年邊嘅人來講係幾好嘅場景。不過對客家地區嘅居民來講，實係噩夢哦。最近又有風力發電開發廠商要睇桃園新屋沿岸架設風力發電機，不過受到附近居民嘅反對。農業本年按照親情強能源嘅風力發電機，會變哪按定人腦呢？來看下人嘅分析報道。態度順，假設嘅新屋居民來電拍布條，他們鼓聲嘅肯定口號。對面嘅反評說明會現場度，就算當中將係冷冷落落。開發廠商還係唔敢經過等做風力發電機一條開發嘅時候。阮這個發電量即馬規劃若幾號好，26總共吼，6號差不多發電是52000度到88400度左右的一個發電量。唔等開發廠商解釋脫，叫民眾證言，說明會做得心毛。對，你還要再做環評。我想我這是單純說明會而已啦。說明會，你是說我們今天的反對意見都不採納嗎？我們今天做成記錄了。做成記錄，然後你還是在進行啊？我想我們還是跟我們當地的鄉親做一個比較好的溝通啦。因為這個畢竟是第一次我們就公開的說明了哈。我們透過我們的這個地方，我們再去做溝通。這風力發電開發廠商嘅規劃，而且桃園縣雲安漁港以南，時並快速透露西片嘅新屋和新豐兩鄉鎮嘅海水，做26束2000到3400千瓦嘅大型嘅風力發電機。開發廠商看準嘅就係一片嘅風力資源當多。整年度的啦哈，整年度就是說一年度大概發展多少電這樣子了哈。那當然夏天風比較小，冬天風比較大哈。那從平均來看的話呢，這個新屋這邊的風哈，風資源還算是不錯的。我們抓的這個值大概一年一台風機哈，大概可以發到575萬度左右。不過當地嘅民眾認為，規則桃園海順建造呢咩風力發電機，新屋海順按到裝頭，竟然係搶存下來嘅資源海岸。整個桃園只剩下新屋這一段沒有，其他都已經給你們，為什麼桃園這一段你也要掠奪？我們整個桃園海岸線都給你鋪滿了，你們還要？從蘆竹一路下來，只剩下新屋這一段還保有一個美麗的海岸線。你新屋鄉目前係桃園人唯一還無風力發電機嘅所在，還佢因為長期以來離台北較遠，所以佢嘅工廠咧就咩較少。佢還係一個清淳樸嘅鄉村農業村，還佢海岸受到的污染也清少。所以你要去海順新屋嘅海順，你還看得到千多後生嘅咧條農業家生人哋全部好，當然出來交稅，那當然得嘅景象。其實早啲3年前，中建廠商一啲雲安漁港以北嘅雲協、雲岸、本港嘅地裝頭，而隨通風力發電機嘅實施計劃。不過，這樣是按說暫時當多嘅風味，本當地嘅居民都當欠。那你對風味也非常的重視，幫忙喺八解台也強調佢特別交代啊，也風味以前公解台也蠻重視咧，所以講本身也風味對來村民來講對下不來附近基本是有感情的，所以講有感情東西你居民你聊來暫停其實是對來生活上文化方面是影響當嚴重。因為按藥，開發廠商為了減少民眾反彈，一擺實質嘅計劃一特別3塊嘅風味。去嘅所在攏是我海邊講我海邊海邊甲消波塊之間一個就頭嘅所在長期關心天氣生態嘅社區團體，採用新屋觀念高級嘅新屋海做利益，從社區嘅觀察，新屋海北片按順作為風力發電機過後，最後係為風速拿掉嘅棲息力量大量嘅減少。來一個新屋溪口你要紅樹林凍降咧，芒起風災1000凍到個吊尾個覓食，白鷺鷥會拄個起會拄個險嘛，大白鷺
中白鹭、苍鹭，啊，包括玉科甲后面了航科甲疫苗，会都甲觅食。啊，秋燕甲水母甲去，因为会气象一些了大型鸟类很多。不過，嗰塊廠商拿出世界監測嘅數據又顯示，無論係觀葉，亦係台中彰化一條蔬菜，風力發電機對鳥嘅飛行嘅習慣影響唔大，鳥嘅活創造嘅時間也唔多。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彰化、台中哈，我们有做那个监测，就是鸟类的监测哈。那边的资料哈，可以做我们这边佐证，因为鸟的那个飞行的习性应该是一样的哈。那边的下去以后，2年来哈，它整个这个鸟类的影响哈，就是说鸟类因为风机射了以后去死亡了或怎么样哈，那个数目是很少的。我们的资料是10只左右啦。中華醫環保聯盟新拿出近啲環境和生態學部嘅學術期刊度嘅感情研究報告指出，而中華地區海順嘅輪米蜂場做利益，風力發電機對鳥嘅造成嘅威脅，唔係鳥嘅創造，係氣流進入，係鳥嘅無愛過利用順航嘅氣體。我自己在做研究的3年期間，就從風力發電機還沒射到射完開始運轉，那個前後的數量就減少了25%以上。鳥類碰撞傷亡不是最主要的，是棲地的利用的減少。來永新村啊，來永新村大約85公顷嘅啦，85、74、60、62，咁算出來啦，用人的為數啊，大家來算啊。受到環境生態影響，當地居民反彈係個大業，就係收益問題。認證一下國內對風力發電機留低蔬菜嘅企業無當明確嘅限制，像規定離低蔬菜係比250公尺係個細時節，要做環境影響評估。因為咁樣，像北新豐之前推動嘅風力發電機實施計劃，有一道風力發電機離低蔬菜僅有60公尺。在風車下頭大音啊，大部分都是可以感受得到，而且強烈的感受，啊，而除了噪音以外，其實很多呢，噪音是被申訴最多的啦，因為太多嘛，目前很多是光影害嘛，太多的感受不到是低頻噪音嘛。強健開發廠商去年就對新竹縣新豐鄉海順完成嘅風力發電機嘅設置，其中新豐鄉最北邊嘅風力發電機，認證離大蔬菜特區呢，海富區嘅居民都當艱苦。即嘛若無啥開啊個好誒，即嘛當時就當時規暝開落嚟電風，攏無啥困，攏無啥困啊，規個攏好叫啊。那今仔要安怎？要安怎？就較啉奶啊，要安怎？都無法度啊！這個上嚴重嘅啦，62K啦。因為受益無價無勢的文家人，一些老村長老新豐鄉工作反映，得到結果也係無奈何。講事實答應要做隔音上嘅廠商，也係無聲無息。本來是講有有菜咯，但是有去甲恁妨礙落去，講要講作為像啊，哎呀，到尾嘛是無，攏無。它的草就像我们的飞机从你头上飞过去，然后它不停的在飞过去。如果说以飞机来讲，以火车来讲，那是一瞬间它就走掉了，声音也跟着走掉。可是它24小时跟着我们，如影随形，很让我们很烦，听久了就心里很烦。強受到動態傷害嘅係苗栗後寮有名嘅觀光嘅蔬菜好望角嘅廚夫。強健風力發電廠商一啲一片作為機械設計嘅風力發電機，造成嘅傷還可以對當地經營有限農業嘅溫控裝出現嘅小物證。他裝了，然後隔年我憂鬱症發作，我都怎麼講？有客人來或是有朋友來，我都不想跟他們見面。然後我聽到風車的聲音，包括到現在都一樣，感覺到很懼怕它，然後我就想要趕快逃跑，離開這個好像是惡魔島那種感覺。因此，風力發電機嘅收益造成人為反潮，
无安无乐，产生心理的压力也得增头。第日本竟然正式按名作封查片，阮群众也得好望国的见面，也是加拜留苗栗的环保局检举。不过，特别实际的检测结果啥都合法。好，开始了，2分钟。所测的噪音值是低频噪音值是36.7 dBA。也喺法定规定，为了减少环境音的影响，低频噪音需要啲监督管摄式的所在来监测。参照标准检验方法的话，我们必须要在室内监测，而且是必须要关闭门窗，把外界的所有干扰排除掉以后，测到的数据才是符合我们现行法令规定的低频噪音测值。啲户外监测的全频噪音，考量到风扇的影响，噪音的监测要喺啲风速每秒钟5公尺以下。不过，风力发电机要发动的风速最少要喺每秒钟4公尺以上。也就是讲，风力发电机造成的噪音，除非做得排除风扇，希望得到的噪音测，才做得准参考听听。就目前我们现有设备还有环保署公告的这个标准检验方法，超过5公尺以上的这个这个风速，目前确实是在我们现在执行上是有困难，没办法直接去测的那个实际的噪音测值。前菜在100万元降大风扇的监测设备，基层环保部门根本无法法负担，也唔系标准的 PB。也因为按样，就算噪音的申诉案件很多，也无法法取得有法律经济的监测测。另外，也系噪音音量管制标准，同风力发电机照工厂的定级来管制。不过24点钟无停见行所产生的噪音，比工厂还较定价。确实，有些人如果说他对声音比较敏感的话，他会觉得说，测的合于标准，但是他还是觉得他受到影响。我们可能会协调双方啦，可能去变更他运作的时间，可能尽量协调那个被申请者，他可以去避开那些时段不要操作。好，那或者是说，如果说这个部分还是没办法，双方还是没办法达成协议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他走公开纠纷处理的程序。因为按样，环保署年中提出的噪音管制标准的修正草案，同风力发电机的噪音标准脱离了分类，等公告讨论过后，要提出正式的修正。风力发电开发的厂商也提出了营运方案，係講初步监督的低频噪音监測超高的標準，要補貼來做氣滅蟲。那假設說，200公尺、250公尺以外，那個噪音依舊困擾着我們的居民的話，在我們這個經過我們測試以後，真的是有這個噪音的干擾，我們也願意做一個改善的一個責任。比如說裝氣密窗，可以做，是我們這個經驗裡面裝氣密窗可以做到很好的一個改善。啲老屋，啲手大概老屋睇下地落，是係風咧灌喺種灌反應用灌喺地板度呢，阿布頭去曬木，你按照不合地方嘅風情，這個民情，你哪有可能嘅東西啊？本但空氣當流通的大環境，特別被到隔氣氣滅蟲，對大部分大啲中度的老百姓嚟講，已能接受。曾經我見一條蔬菜，很多年來當目簡單發展起來嘅綠色的農嘅休閒產業，要面臨景觀的危險。然後我們這個地球走廊很難得呢，已經這麼久有這麼優雅的環境，遊客又那麼多，那你現在讓風力進來的話，那我們這些人呢，以後生活要怎麼辦呢？開發商廠商因為做風力發電機，唔但將做得帶通觀光，總共將近1000萬元的回饋金，還做得天數裝頭嘅共同建設。不過，無論成績也係偶見一條裝頭，村長都表示，會裝要超過80個居民。港人冇愛回饋金，堅持反對風力發電機來做。我來家導租建設公司多多少少應該要對地方會有一些正面的效果了包括經濟發展或觀光多多少會有一些幫助。我們基本上如果蓋好了第2年，營運的第2年，每一個發電度數1個megawatt就是1000度左右我們的回饋是40萬。回饋金無效啦，你看這嘛是無效，對不？
你火箭开完啦，但是你上吊，阮全民的健康身体对无？上重要对无？你若无一个健康身体，你个坐钱嘛无效。應該冇做得冇來做風力發電機，從北到南反對嘅時，那都談喺度。環保團體認為，政府部門應該開啓職業，應該重新思考遊戲嘅規則，做唔得放棄唔差。對啊，綠色的能源出台灣推行迄個數到按多年的反對原因都講，你個安全距離冇調整好。英國到德國佢哋係最早發展嘅風力發電機嘅所在嘅國家，佢哋離下最起碼也都有1500公尺以上嘅距離。樣板講你呢片將250公尺咯，係咪你政府在聽了的法規嘅時間，都冇為到你北上來打算環保署能夠積極的處理這個噪音的背景值，然後怎麼樣去改善，然後對民眾友善，甚至設出一個安全的居住安全，就是風力發電機設在這個地方要距離多久才距離多遠的安全，有一個安全的距離可以保障民眾。日本人看做係當強力環保，還有些浪漫的風力發電機。喺台灣送嘅很多年，三變做立撇實施。附近睇居民係希望佢無來。第一度環保人士看來，還係有到唔好嘅名聲，還係唔是講發電嘅效率也有很多問題。也講係最強力無害嘅能源，就算台灣天窗愛做，也應該用對人民還係友善、還係無害嘅方式，爭取得本人還係善意。